2020年隨校石院長紐約視頻答疑2關於哮喘的問答。一代歌后鄧麗君在1995年突然病逝，給全球喜愛其歌聲的人們留下了巨大遺憾。帶走她的疾病就是哮喘。如今冬至已過，天氣越來越冷，有哮喘病史的人對溫度、濕度等變化極為敏感，適應能力弱，因此所有年齡段的人群極易患上呼吸道感染而誘發哮喘。那麼如何判斷是得了哮喘呢？如果在下列症狀中有2、3種出現，就可以斷定患上了哮喘。呼吸急促，每次呼吸都有氣喘吁吁的響聲，天氣變冷或颳大風的日子，就悶，空中有喘鳴聲，吁吁作響。一旦開始咳嗽，不會突然停止，而是反覆咳嗽。夜間雖不發燒，但呼吸很不順暢，即使吃了感冒藥，咳嗽也不停，持續10天以上。上述症狀即便只有1、2種，也是哮喘，只是還不太嚴重而已。當然，也有從小就患小兒哮喘的情況，例如劉女士居住在多倫多，兒子從小濕疹，後來發展成哮喘、鼻炎、鼻塞嚴重，尤其春夏更為嚴重。飲食方面，對於牛奶、雞蛋、堅果、貝殼類等食物都過敏，服用扁康丸之後，得到了充分調理。在去年10月隨院長視頻答疑會上，他諮詢的問題也得到了滿意的答覆。劉女士，我兒子自從服用扁康丸後，哮喘噴劑的藥量減半，之前是天天用，後來是1週3次，後來完全停用，已有2個月的時間。經歷了身上長濕疹，服用4瓶之後好了，大便1日多次的過程，目前咳嗽還有痰。想問一下還會有什麼症狀出現？我好有個心理準備。隨院長在西藥全部停掉的基礎上，再堅持服用2個月扁康丸，你會發現身體變化會非常快。因為之前用噴劑已有一段時間，就會恢復的比較緩慢。因為服用扁康丸後，身體在向外排毒的過程中又用西藥，變化就會不明顯，而之後完全停用效果就會非常顯著。就像吸毒的人如果戒毒的話，過程是非常痛苦的。噴霧是類固醇，也是一種毒藥。奧運會選手如果被發現服用了類固醇，就會馬上取消資格，永遠都不能再當選手。因為類固醇是 IOC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認證的一種癌症毒品，排毒的過程會比較痛苦，可能會出現反覆。好在已服用一段時間扁康丸，所以排的時間不會太久，堅持下去就好了。孩子飲食不要偏食，現在奶製品、蛋白質、堅果類、海鮮等都可以正常食用。劉女士，我兒子從1日3次，每次55顆粒增加到110顆粒。由於經歷3至4週排出大便多，體重減輕了很多。我現在給他減量到1日3次，每次55顆粒。如果我們能看到他慢慢變好，應該保持這個劑量，對嗎？隨院長，這個劑量可以保持下去，疾病能根治。現在孩子不用類固醇已經可以正常生活，再過3個月就可以康復了。你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健康的孩子。劉女士，我兒子是因為鼻炎和哮喘開始服用扁康丸，我後來了解到扁康丸對食物過敏也有幫助。我想多了解一下這方面的情況，一般要多久才能見效？能根治嗎？隨院長，以後維持每年服用2瓶，也就是每半年服用1瓶就好。其實，
如果想保持一個健康的狀態，扁康丸是可以長期服用的。像我每天堅持已服用21年了，因為扁康丸不是藥物，沒有副作用，它是一種食品，清掃廢物的食品。服用後你會發現孩子的身高會比以前明顯長高。結語：哮喘並非像現代醫學認為的致死難癒，它是完全可以治癒的病。唯一的方法就是守護在頸部的扁桃體健康。要想讓扁桃體恢復健康需要2個月，要想治好哮喘，大約需要4個月。在治病的過程中，有恢復得快的人，也有恢復得慢的人。雖然慢，憑着堅韌的忍耐力，也可以得到痊癒。經徐院長完全治癒的患者已有3萬多名。扁康丸服用者的分享：我是來自舊金山的劉太太，今年70歲，50幾歲時，我出現花粉過敏的現象，後來發展到1年4季都過敏，鼻塞很厲害，幾乎無法呼吸，再後來發展成為過敏性哮喘。看西醫服用西藥，藥效一過又發作了，這10幾年，病情越來越嚴重，累及心臟，心跳每分鐘110次，備受煎熬。看到外孫女服用3瓶扁康丸，鼻炎哮喘完全好了。我從2015年10月也開始服用，連續服用2瓶後，發現一點效果也沒有，心想，也許這個藥不適合我吧，就停了。轉服西藥也沒有效果，而且身體越來越難受，上樓或爬坡都感覺呼吸困難，幾乎要窒息，很痛苦。沒有其他好辦法的情況下，我又重新服用扁康丸。當服用到第5瓶時，效果就非常明顯了，走路、上樓、爬坡都不會呼吸困難，也不咳嗽了。這樣我就停用了西藥，只服用扁康丸，發現效果更明顯了。現在我呼吸順暢，鼻子不塞了，走路也有力氣了，心跳也正常了，上樓爬坡也不會出現呼吸困難的現象了。我叫 Judy， 來自洛杉磯，今年74歲。我從小就有過敏性鼻炎，常感冒。10年前開始出現哮喘、咳嗽、胸口悶、心跳快，自己感覺隨時會暈倒，隨時都有生命危險。2016年4月份開始服用扁康丸，所有的西藥都停用了。自從吃扁康丸之後，感冒明顯減少，服用6瓶後，我不再感冒了，頭也不暈了，哮喘、鼻炎也好了。2016年10月我回台灣老家，見到久別的親人，他們都說我非常精神，臉上的黑斑都沒有了，比妹妹還年輕。現在我的身材、體力都非常好，到處去爬山、旅遊，誰都看不出我已經70多歲了，真是感謝扁康丸。徐孝石院長簡介：徐孝石院長是著名韓醫學代表和扁康丸創始人，一生致力於傳統醫學和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。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，肺為五臟六腑之首，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、支氣管炎和皮膚病等疾病。扁康丸能徹底清理肺部積熱，從根源上解決哮喘、鼻炎、皮膚病、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，已經使全世界16萬鼻炎、哮喘、皮膚病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。徐院長是新唐人電視台52集大型電視系列專題節目《走進韓醫和神醫再現》的主講人，著作包括扁鵲鳥願在扁康世界人的健康保鑑扁康傳統醫學奇蹟等，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巨大的影響力。扁康丸全服務中心諮詢電話：北美
2105501，台灣0277538122，香港85238928241，歐洲442039232740，新加坡6567976924，澳大利亞1800066099，網站 www.pyeongkang.us， 郵箱 pyeongkang.us@gmail.com， Line ID @pyeongkang.us， WhatsApp +18002105501。Unsubscribe. This message was sent to Lisa007811@gmail.com from Pyeongkang, US 229 West 第28 Street 6 floor, New York NY 10001。